儿骑马弄来，卡当个巴特一坐着溜巴拉特。
网友都说，智商完全被一条狗碾压之。你会不会重新审视从小好好读书对将来的意义有多大？哇！八等。配二等。我就知道你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干嘛去了？天天玩，天天喝，有好好打。我来，我来好。刚才你来，我打过了，我看你是高手。杠二等。我再说杠。我。我就是。还没红。打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他没有打这个啊，他没有打这个。你不会玩哎。啊，6等。当他推了牌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我的智商瞬间降到了0。什么血？他扶的就是这个球头，吓死了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我俩都打过你。没想到7出来了。啊，那你们打过你。2个人打过一条狗。过来。麻将我胡一个炸胡，看一看冉冉的反应。这个没有吧？一种。老板。有没有杠子？哎，7条。刚刚换了，刚刚换了，刚刚换了，你刚刚换了，你看，你刚刚换了。这小子连我炸胡他都知道，看来不太好骗。4万。我靠！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。6万。2万。来。主动。
你自己看啊，你自己看。网上网友们，你们好，你们是不是觉得他能干的花，或者我能干的炮？今天让你们失望了，哈哈，不聊干的花。你别气人，其实你也挺不错的，明天加油。好，收工。这同学啊，快碰一下。还有气场。